生肖屬虎嘅人啊，喺豬年嘅運程到底係點咧？嗱，如果你係屬虎嘅咧，真係恭喜多賀啦！因為喺豬年啊，你嘅運程咧係大吉大利嘅。咁因為咧喺命宮裏頭咧有好多吉星拱照啊嘛。咁啊，首先咧講下佢哋嘅事業發展啦。因為咧有玉堂呢粒吉星咧係高照啊，即係代表咧係屬虎嘅人喺豬年，若果肯努力不斷尋求上進話咧，讀書嘅話肯定能夠咧係金榜題名。咁啊，做事人咧就可以啊係脫穎而出嘅。咁所以咧屬虎嘅人咧應該好好把握嘅豬年呢個時機嚟奮發向上咯。咁啊，財運方面咧都唔錯喎，因為咧財星高照，所以咧財源廣進。咁咧無論正財以及橫財咧都相當之好。當然咧橫財就唔能夠過分貪心嘅。嗱，最重要咧就係佢哋財源廣進咧之餘啊，一定咧就要小心保管自己嘅財物，千祈唔好咧錢財露眼，以免咧係出現啊財多野道嘅情況喎。咁健康方面咧，健康係各方面都幾好咯，但係唯獨是咧就係個腸胃容易出問題嘅，所以一定咧要小心呢個飲食。咁啊，提防呢個食物咧係中毒或者令到咧係腸胃受損嘅。感情方面咧可惜一啲啦。咁啊，屬虎嘅朋友啊，喺呢個豬年咧，佢哋嘅感情咧容易係呢個起風波，好容易咧就會有第三者介入咧，而令到佢哋感情嘅道路咧係走得非常之崎嶇。一定咧要同對方係衷誠相對，互諒互讓，然後先可以維持呢個感情嘅。咁啊，屬虎嘅人若果想話將自己豬年嘅運程能夠旺上加旺話咧，我就會建議佢哋啊喺南邊或者自己嘅床頭樹咧，係擺放一對啊添丁發財作為吉祥物咧，嚟呢個咧係增旺嗰個運勢嘅。嗱，所謂添丁發財嘅吉祥物，發財咧就係指中國人咧認為啊嗰啲三腳嘅蟾蜍個口咧係擔住個金錢咧，就會帶嚟財富咁話。咁現在咧就係有一對三腳嘅蟾蜍，口咧擔住個金錢嘅。而喺呢個蟾蜍下低咧，係伏住係一隻嘅，係呢一個咧非常之豐滿、結實累累嘅石榴嘅喎。咁啊，中國人認為咧，石榴咧係因為呢個咁嘅石榴籽多啊，就象徵咧係百子千孫，係象徵咧係人丁興旺、添丁咁話嘅。三腳而口擔住呢個金錢嘅蟾蜍咧，就代表咧係發財啦；而結實累累嘅石榴咧，就代表咧係添丁。咁添丁咧唔一定係指增添人口嘅喎，人丁興旺、丁口平安都係指呢個添丁嘅喎。所以添丁發財對於係屬虎嘅人喺呢個豬年嘅運程咧，可以講係大有幫助嘅。